镜头继续刷落来屏东，来看这个乌昂床的观光柜到尾声咯。今年总共是掠到将近4000尾，昨拍卖迄尾372公斤重，是今年掠到上大尾的乌昂床，以每公斤370块来成交，将做市场的焦点。 东港第一层，万人为冰库内底吊起来，场面真热烈。这是4月份，大家欢喜迎接乌昂床柜拍头阵的画面。渔民甲大只乌昂床拖去称重，互大家来划价。上受到注意的就是这位今年上大尾的乌昂床，这个月21号用每公斤370块给拍卖出去。去年跟今年几乎总尾数都有破4000哈。来到花桥鱼市，人有影足济，当下头家切一份搁一份的沙西米，无用试试，因为大家就是要趁乌昂床季节结束进前，来食好食搁新鲜的乌昂床。我们这个吃的上好食。有油花的就比较贵啊。所以你知道，你可以分辨了。 会啊，因为我是家庭主妇啊。今嘛介绍俗啊，无贵啦，一斤都要300。这个月比较多，钱也还好。东港渔会讲，这2年掠的数量算真济，1公斤的介绍嘛，伫咧300到600，想要食的民众得赶紧来哦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